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荣誉呈现。欢喜来唱歌，节目开始。送给大家这一份厚礼，大家要接好哦。爱的礼物。姐姐好。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我的一颗心，爱你情深永不移。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献给你。那是我的情和义，爱故事来永不移。创造一个爱的奇迹，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心坎里。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这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珍惜。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我的一颗心，爱你情深永不移。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献给你。那是我的情和义，爱故事来永不移。创造一个爱的奇迹，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心坎里。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这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珍惜。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 ，nice， 哇哦，今天这一场也是蛮热闹的啊。是，这个好像这个年都还没有过的样子哈。是，时间飞逝如梭啊！哇，很快呢，我们欢庆2024年的到来，然后呢，哇，就是龙年，对不对？那现在啊，哇，2月底了耶，好快哦。没错。但你为什么没有讲2月的另一个节日？奇怪，2月还有什么其他的节日呢？对，充满爱的2月哦，有没有？我知道啦，大哥说的就是情人节啦，都已经过了。都过了情人节2月14號。过了。过了巴鲁过了吗？巴鲁过，巴鲁。但是頭先咱有唱一個這個禮物的歌給大家。對啊，愛的禮物有這個愛的禮物。是，所以你有禮物嗎？我剛才用歌聲呢，已經把那個愛傳遞出去了，沒有帶實體的禮物。可是我們3位主持人呢，能夠把我們的愛分享給現場所有最棒的觀眾朋友。所以呢，在這裡呢，我們要熱烈的歡迎來自 MWS Wesley Active Aging Center 的朋友，你們在哪裡？哇，好棒哦！歡迎。還有你們，還有我們還有 Kolomai Active Aging Center 的樂齡朋友，你們在哪裡？是哪一班？ Hello， 歡迎你們。當然還有我們全場所有
所有呢，这个行动非常快，手脚都非常快，成功的抢到我们今天的票的朋友，欢迎所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刚刚这份爱的礼物送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线上的朋友之外，我们脸书跟 WeChat 的朋友在线上的，你们好 ，Hello，你们好，你们好，哇，我们都把爱呢送给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所以呢，记得把我们 Line and Share 分享出去哦。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 LOVE Love 972，不要趁机打广告哈。那金明大哥，今天这场要谈到 Love 爱，我们3位当中，你应该是爱最多呀，很多 Love 啊，最多爱给人。每次登报纸都是因为你的 Love 啊，泛滥了，泛滥了，是呗？溢出来呀，分一点给你啊。其实呢，我们说到爱哈，大哥呢真的是对我们的爱很多，尤其是对我们的晚辈哈，深深的厚爱，然后一直在呢这个我们在他的身边哈，然后跟着他一起学习，然后提携后辈，这么一位长辈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然后愿意教我们，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所以先给大哥掌声鼓励一下。我讲到安尼款，敢那伊要给他吃终身成就奖啊！你看，你们真的把我当长辈吗？长辈。Hello，大哥不好意思，长辈不是长辈啊，那个字我比较喜欢念长了。OK， 因为我不够长嘛。你不够，好吧，那就谢谢。我是长辈，可以吗？谢谢长辈给我们2位短辈的指教。是长辈。我们今天呢，所有的4位嘉宾呢，都是艺坛上来讲，对你们来讲算是长辈。对，对我跟浩浩来讲，绝对是。其中还有一位是我的启蒙老师啊。哇，所以这个长辈这加前辈哦。对，那有一位是我的长辈，有一位是你的长辈，其他是我的同辈。是。所以今天很多我们呢，观众朋友们呢慕名而来感谢大家的宝贵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答应大家今仔日的这个节目绝对是真正好看，歌绝对是真正好听哦。是，所以我们已经把厕所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节目精彩，绝对没人去放流的。已经关起来了。无啦，这跟节目无关系啦，有些爱去嘛就爱去啦。有些老人家还是不要人尿好了哈。虽然我们今天节目很精彩，每一位长辈、每一位前辈，哇，光是舞台上加起来，今天应该就是1000岁了。哇，1000岁、1000岁、千岁了。千万今晚要记得睡啊！也还要盖棉被。头一位出场的是什么人呢？顶摆这个古早的时阵，韩子食个饱，古早韩子食个饱，应该有真侪好朋友厝内有装这个立地呼声，立地呼声，立地呼声，立的呼声，一个4帮的有无？我顶摆早起6点起来伊头一个唱歌给我听的。你是讲这摆爱出场的这位人物，又是立地呼声，迄阵就变有名了啦。有伊个收真侪学生，对囡仔到咱的乐龄人士拢有。伊即阵嘛是阿公的等级了。歹势今日来3个拢阿公，你还袂做阿公啊你？人就已经去到阿公了，你搁伫即道？我虽然唔是阿公，但是我带我查某囡仔出门，人嘛是当做我是伊的阿公。所以。安尼你较搞，要紧啦，安尼代表内底你较少年，虽然你无做阿公，但是你是阿爸。好，扫落来这个人是我的老师啦。对，真细汉就该学唱歌，真正好，真正好。你教了真好哦。对，伊教60多年的这个歌唱生涯，教一个学生上红就是我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爱问呢，若是要介绍你的老师你用福建话要介绍伊的名是要哪介绍？伊的名真正好听，我真惊甲得罪着安尼。伊有甲我讲，伊的名跌着爱讲好好。伊是福建国王，伊的名叫夏金蕉。食金蕉啦。你啦，不是啊，是你要食年糕、食发粿，是夏金蕉。谢金石，掌声鼓励。唱什么歌？嘉庆太祖游台湾，来有请皇上驾到，嘉庆君来喽！
清朝皇帝嘉庆姑，过来新加坡一插足。古早人讲是阿狗。名是大狗，台南古道车坎流，永康啊叫做无镜头，碰啊你咧碰，啊讲啊我咧讲，白虎古名是点马口，北斗普名是宝斗，人讲大西是海口，青出叫做牛马头。新地以前是地站，家己啊旧名是自留山，啊良田叫做番仔田啊，阿公店是叫做公山。德山的汉厝是上界赞，鹿港厝的是牛山。麻豆好吃是文旦哦，人讲宝岛是台湾。古早屏东是阿狗，高雄古名是大狗，台南古道车坎流，永康啊叫做宝镜头，碰啊你咧碰啊，啊讲啊我咧讲啊，白虎古名是点马口，北斗土名是宝斗，人讲大西是海口，青出叫做牛马头。新地以前是地站哦，家己啊旧名是自留山哦，啊良田叫做番仔田啊，阿公店是叫做公山。德山的汉厝是上界赞啊，啊鹿港厝的是名山，麻豆好吃是文旦哦，人讲。上好佚佗，各位亲爱朋友，人讲世界上好佚佗是什么所在？快加讲一摆。新加坡对，人讲世界上好佚佗，新加坡。不知皇上驾到，哇！下官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下官祝皇上哎，你唔通万岁万岁万岁！你叫我衰，你万岁尊先者的期待，你要叫我衰？万岁嘛！万岁，唔是万岁啊！我的福建话袂准啦。因为你唔是福建人，对，万岁，你是客人，万岁万岁万岁！哇！皇上恕罪，皇上当然甲你恕罪，因为咧你有所不知，你唔知影。不知者不怪，不知者无罪。安尼我会使徛起来了。会使徛起来，因为你也袂使跪啊，你跪落去啊，你骹会无什么力啊，因为咱两个迄声差不多啦。袂啦。我跪甲徛吼是病悬的。有啊，皇上最近这是有近视哈，还是老花？唔是皇上最近目睭有较无好，所以都爱挂目镜啦。啊，古早的时阵都已经有目镜了，就是这款无安尼较新款。你批奏这个奏章吼，
就爱对目镜哈。都爱看目镜，无看目镜无变讲。所以我能感谢皇上今年搁发这个 CDC 毛车给咱人，哦，6月300，明年1月搁300。喂，感恩皇上啊，来啊拍扑。我是代表政府讲的。OK， 搁有逐个月搁有补贴啊，搁莫拍扑啊来。逐个月补贴啊？有啊，我唔知，拢唔知你影。唔知哈？这拢我的属下拢咧做啦，拢咧办啊。这个命令就讲出去啊，拢已经办就对啦。是你的宰相王循才宣布的。完全啊，宰相，有影你代志，拢请出来啊。哦，你嗰个念落去。可能到年尾，伊就要 take over 你了。所以我差不多都爱是爱是，哦，爱准备了哈。爱准备啊。你会使去周游列国了。你是讲爱准备安怎？准备落山啦，啊，下山啦。唔是上山哦。要是准备要准下备休葬啊，你困啊，看休困啊。你辛苦了，你几十年吼，应该休困。你无看最近皇上山真雄啊？啊，佢以前的我甲即阵差真多，以前80公斤，即阵68公斤啊。哦，是安怎咧？安怎安尼欠食啊？可能有病啊。哦。所以我就爱讲奉劝所有的老人啊，因为今仔日伫咧在场每一位啊，真正侪咱老前辈伫咧遮，上重要的。人讲啊，人活伫的都是胜利啊！啊，这个趁钱啊，只是一种游戏尔，趁钱啦、跋筊啦、佚佗的游戏啦。这健康啊，才是重要啊！啊，所以有健康啊，才有快乐啊。所以健康。有健康才有快乐，大家拢爱记的。播上过来。哎，安尼健康啊，借问皇上，你早餐你食什么？早起来你食什么？早起来食落地啊。落地就无健康啊。安怎？你要食鸡卵啊。食鸡卵啊。鸡卵2粒。鸡卵都爱食2粒啊。一粒无够。安怎的？一粒你行路会歪一边啊呢。食2粒你行路就正常啊啦。哦，食2粒正常，就那样正常。皇上驾到！爱江山更爱美人。哎呦，那个英雄看我穿皇上的衫，袂甲加一块皇帝出来了。听说今天华族文化中心请到我嘉庆君来这里探视大家是吧？你是嘉庆啊？你是嘉庆啊？我是嘉庆君。你是嘉庆君？我是什么？你是谁呀？我是嘉庆君的老爸。叫什么啊？叫老爸君。啊？是安怎2个皇帝咧？都是一个才是真正的嘉庆君呢。这样我看应该是他是假的吧？我是假的。我有可能是假。我头先唱的歌是正嘉庆游台湾呐。你本名是贾金九。我就谢金石。贾金九。呀，谢金石。你的本名是？你搞错了，我才是谢金石。伊是谢金石啊？那我唔知伊是谢金石。这名安怎写？咱看者吼，看你是安怎写？你谢金石写出来看卖。他的谢金石是吧？他应该是假的，一看就知道了。写不出来啊？谢金石，哎呀，这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还需要再问吗？对不对？你的呢？看看我的名字谢金石，才是真正的谢金石。看的。你看吧，大家都同意了吧？我才是真正的谢金石。你写了，你们看了吧？对不对？晒抓出来了。你是写了都捞出来得丢家晒抓出来了啦。你是捞青菜啊你？不是谢金石，你是谢金石啊你来假啦，你去给自己。讲清楚吗？可是他才是真的，真的啦。不好意思，对不起。假毛，给这出来。不好意思，听来讲。
滚！这假啊，行路是个假啊。皇帝嘛，那使有两个，对不对？咱今仔日正爱好好唱，因为我跟建斌啊，我们在歌坛上算一算啊，我们哇，对，要50年，50年，50年了，我们真的是50年了。对，金石好像大我1岁，我大你1岁，所以我今年应该是72岁，啊，你71岁，虚岁了，虚岁啦，72、71啦，所以这后辈分出去了，72、71啦，大家再注意啦。哇，这就要上少12拍咧，无啦，上少爱第6个月，吼。安怎6个月？因为你的实力还未够，爱坚持了，因为你的无一定会出了啊。不过讲是讲啦，72、71、71、72拢会使买啦，买淡薄就好啦。咱无鼓励啦，哈，无鼓励啦，买淡薄啦，小赌怡情啊。是，但是最重要是听歌啊，对对，好不好？我们来合唱一首好歌，《万里长城》。好，呀，哇，新款的你看，皇帝啊来唱《万里长城》。哦，皇帝本来就应该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这个叫这里有写啥啦无？长城，这个城哦。哇，写啥啦？安怎写啥啦？万里长城的城，城市的城呢？城市的城，赶紧过，嘿，一起唱。哒哒哒哒。你请唱，唱唱。好来。望尽千载春秋，我看到你，穿山越岭，横贯东西。听遍万里风声，我听到你，为这多少浩瀚叹息。风沙滚滚，荒野漫漫，那条梦城的巨龙，经我辽阔的疆土上，数不尽千古尘埃。掌声大声嘿！长城万里长城，纵横青史，纵横太平与乱世。长城万里长城，几时再有草场马壮的好风光？风沙滚滚，荒野漫漫，那条梦城的巨龙，经我辽阔的疆土上，数不尽千古尘埃。在这里，长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国家，新加坡。我爱护这里，保卫这里，谁都不能欺负它。新加坡，风沙滚滚，荒野漫漫，那条梦城的巨龙，经我辽阔的疆土上，数不尽千古尘埃。几
什么声？这个是猪的声音。啊，这是咩声嘞？我给听到叫什么？这个是猪声。这猪要生囝的声。这是马母咧起笑的声。马庄的好风光。谢谢，谢谢。再次谢谢谢金石老师精彩的演唱。哇，老师真的4个字，真的要送给他，宝刀未老。对，前辈就是前辈，是他的声音还是这么的有穿透力，而且他是老师嘛，老师级的啊。所以我们再次给谢金石老师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节目的继续呢，我们就要来欢迎到哇，今天我们整场哦，就她真的是唯一一个女生，对，她唯一的女生，而且还特别小丽。特别可爱，特别娇小，对不对？今天他为大家带来了歌曲《我不知我爱你》，掌声鼓励，欢迎李佩芬。谢谢我的2位好搭档，冰冰哥还有浩浩哥。想起你的时候，有没有声音？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你那含笑的脸庞，给我带来一份甜蜜温暖感受。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在我心里，那样甜蜜。若不知是不是已爱你，好像是你藏住在我的心头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你那含笑的脸庞，给我带来一份甜蜜温暖感受。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在我心里，那样甜蜜。我不知是不是与爱你，好像是你藏住在我的心头。嘿嘿嘿，嘿嘿嘿，老师等我，老师，我们的老师呀，等我啊！这首歌哈都我一个人在唱，刚刚有听到些许的声音，但是呢，大家好像害羞了一点点。我唱一句，我们台下的观众朋友陪我做阵唱好不好？啊，我唱一句，啊，恁唱一句，啊，大家呢今日是欢喜来唱歌嘛 ？Are you ready, everybody？ 我唱一句，你应一句哦，嘿嘿嘿。很好听，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Very good。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在我心里，那样甜蜜。若不知是不是与爱你，好像是你藏住在我的心头。我们再嘿一次哦，左边的朋友听一下你们的声音。我说一句，嘿嘿嘿，嘿嘿嘿嘿，哦，很好。中间的朋友，我看见大家都非
非常的快乐哦，一起来嘿一下哦，嘿嘿嘿，嘿嘿嘿嘿，一起棒！到我们右边的朋友啦，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都要看见你们洁白的牙齿啊 ！Let's go，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One two three four， 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在我心里那样甜蜜，我不知是不是与爱你，好像是你常住在我的心头。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感觉很好哈，听到大家呢满满的掌声呀，好像在开个人演唱会的感觉。谢谢各位来宾朋友，谢谢你们大家。那希望呢，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呢，能够带给大家呢一个温馨难忘的午间，也谢谢大家前来给我们最好的一份支持。当然还有我们线上的朋友也非常的给力哦 ，Hello， 你们好，可以在这边呢继续的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呢给我们留言，也给所有的表演艺人呢加油打气。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哈，是 love。那在这边呢，已经呢能够呢感受到呢满满的 love 跟满满的爱，因为一个掌声，一份笑容，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份的支持。谢谢你们给我们的 love 跟爱，谢谢。其实呢，如果呢这世界哈，大家呢都说就是有发挥这个爱的话呢，不管是对家人的爱、朋友的爱，我相信呢这个世界呢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好，都有这个包容之心，都有这个爱之心。那有很多爱的歌曲啦，那真侪福建歌哈唱到爱情的拢是崩溃的啦，无对了爱唔对人啦，无对嫁唔对人啦，都是一些呢撕心裂肺的歌曲。那我们呢今天配合这个主题，我来唱一首福建歌哈希望大家会介意这首歌相信呢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恁人嘛是真正熟悉。那会唱的朋友会使看咱的这个歌词，今日是大家做阵唱欢喜来唱歌，欢喜来唱歌，所以咱来斗阵唱这首福建的老歌，叫做爱情的力量 The Power of Love， 送给您，谢谢 Thank you， 再点球哦。爱情的力量，小出来有时也会变英雄。爱情的力量，英雄也会为情来悲伤，为情来悲伤，为情来幻想。不但前途受影响，人笑你无。忍着痛苦在心中，提出勇气，搁再唱。Thank you， 唱唱唱，爱情
情的力量，小子有时也会变英雄。爱情的力量，英雄也会为情来悲伤，为情来悲伤，为情来幻想，不但前途受影响，人人笑你。着痛苦在心中，提出勇气，搁再唱。为情来悲伤，为情。幻想，不但前途受影响，人人笑你无路用。啥人无理想，啥人无苦衷，忍着痛苦在心中，提出勇气，搁再唱。哇，都是有爱的歌曲哈。对呀、爱，因为我够矮啊哈，我们都够矮啊。爱啦啊，不是矮哈。哇，大家听得开心吗？现场的朋友还可以吗？我比较少唱啊，这叫爱情的力量。当然，我们线上的朋友在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哦。如果我们歌手唱得很好，请你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鼓励。给我们一个大拇指 ，OK 呀？那其实呢，爱哈这个呢，也是呢我们华人呢珍惜的我们的普世价值观之一哦。是，那我们爱有很多，包括呢我们关心旁人、关心家人的爱，或者爱护我们的同胞，这个都是属于一个爱的方式。那你会不会发现我们华人哈，就是比起可能西方文化，那你看就哈讲妈妈我爱你啊，是，对，可能会比较少一点，有时要开口又觉得有点拍摄，有点害羞。咱等人就是安尼啦，较会拍摄，他袂想讲哎呦 I love， 但是现在哦，很多年轻人，很多妈妈也都会看，父母也都会跟着学习，对小朋友的爱要及时说出来，小朋友对父母的爱也要及时说出来。会哦，因为特别是现在哈，我们可能用智能手机，对不对？呀，大家可能有时候就 text 一下啊，你妈咪叫你什么？好心啊。笑脸呢？好心啊！叫我妈咪她叫我宝贝，呀，她要我煮饭，她就叫我宝贝，然后叫宝贝，你帮妈妈煮饭吼，这样。哦。那有时候她会 text 我，就说宝贝，你几点回来这样。但是她叫我的话就比较少称呼我宝贝，对，她就叫我阿哥这样。所以有时候用讲的跟用 text 的哈就不一样。有时候我就不好意思跟妈妈撒娇就不好意思。你会叫妈咪什么？娘亲娘亲嘞你都走这个呀中国风，对，要不然就是说阿布阿布，我们这边比较少叫阿布，我们叫做妈。我要是这样叫我妈妈就会看一下我这样。还有什么代志？有什么代志哈？我来参详什么事？礼多必诈，你知道吗？这么样有礼貌，什么事情这样子？没有啦。你要吃饱饱哈。有时候跟妈妈撒娇一下这样，但是我跟妈妈撒娇我 OK， 妈妈跟我撒娇的时候我就担心了，就是家用可能给的不够。我说哎呀，今年红包有加加淡薄不？对。阿连怪，我觉得大家应该差不多都是这样子。那可能呢，有些妈妈爸爸比较少跟你的宝贝说我爱你。你们有说过吗？各位有吗？各位娘亲，各位父亲，或者是父亲跟妈妈两夫妻有时候也是可以啊，对不对？爱也是爱的一种表现呢。我真少甲囝讲 I love you 了，搁甲翁讲 I love you 啊。哇，真多啦！我阿姨拢甲我姨丈讲I love you 咧，不要无，我一定安尼看过来讲，袂去食药哈。对，那个我都惊
你倒落无好势。啊，笑啊你！所以你若爱逐工讲，讲了吼，伊就习惯。你突然间安尼讲哦，伊头一摆伊会惊到，对，那第二摆伊就惯习了。对。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把爱说出去，好不好？所以我很好奇啦，你人会darling，有甲你人讲 I love you 无？你人会表哥啊，还是你人会爱人？有诶，起手。哎呦，阿弥陀佛啦，捌有两个尔。无啊，两个啊，两个嘛袂歹啦，有进步。希望下一次我们再问大家了，大家等一下，阿姨，我随便选一位啦哈。阿嬷，你的老翁哦最后一摆甲你讲 I love you 是什么时阵？哦，最后一摆就是讲拜拜的时阵啊。你啊，好问唔问去问了阿嬷的痛处。哎呀，对不起，阿嬷 I love you 哈。那要怎么问？那我也不会问下去了。我白问安尼，问这边的啦，这边的应该还有伫的。你不可以这样直接讲出来啦！我不可以讲出来哈，婉转一点。我都还没有讲出来，你就直接问了。等一下，然后要换个方式。这阵还有两个人到一个眠床困的起手，安尼看我才敢问啦。无半个人起手啊。哎问我吼，翁某问呢，你讲两个人困有啊？阿嬷即马你嘛甲孙困，对不对？翁仔某啊。但是没有关系。那等一下，那有今日有翁仔某来的，就是你的边头是你的看手。OK， 有没有？没有，夫妻一对来的有没有？哎，这对啊，这对，来，相爱到永久。有没有跟老公说我爱你啊？有没有？哇，直接亲起来了。老公有没有跟老婆说我爱你？哇，掌声鼓励！等一下，这就是爱的表现。哥，后面的看不见，你要给后面的看一下。不好意思，请两位站起来。来，站起来一下哈，来，直接来，今天就是面向大家一下，敢秀爱的表现，老婆爱的表现。祝两位早生贵子。Hello， 几岁了还在早生贵子？可以啦，年轻啊。祝两位这个百年好合，永浴爱河。很碎的，你看直接拉就来就啵过去了。是，这就是常常有在家里有讲爱的。是，因为家就是讲爱的地方，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刚刚那个动作有点就吓到你，刺激到我。哎呦，你很久没有给哥讲了哈。OK， 没有，我这点到为止哎，你的脸是不会过来的。我记得上一次我被这样弄的是我家的狗啊。哎呦，啊白啊呢。好，所以呢，及时行乐，有时候爱也可以用不一定要用言语，可以用行动的表现啊。真的，那待会儿再跟大家多多的分享。有一次我妈妈也是有给我这样。哎呦，她给你这样呢。安尼一拍摄安尼，她就这样。他是在跟线上的陌生人讲话吧？这样子，好声啊，好声。安尼妈安怎喙齿疼呀？你看，你们就是很滑稽，明明他都已经踏出第一步，讲给你 love 了，你又给他泼冷水。所以有时候要眼观八方，要看清楚。是，有人给你 love 你就收，好不好？节目继续，我们要欢迎到的这一位，哇，也是老师级的。是，今天有他的学生在现场哦。是他早期也是在我们的斗歌经历是我们冠军的得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金泉歌王老师带来的歌曲《可爱的人生》，也是有爱。你不要哭哭啼啼过一生，一定要踏踏实实过一生。虽然是人人的看法不同，终归是个爱的人生。大意的时候要抬起了头，失意的时候也不必烦忧，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你不要痴心妄想过一生，一定
人人的想法不同啊，终归是可爱的人生。得意的时候要抬起了头，失意的时候也不必烦忧，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啊！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哼，哈。你不要哭，如心妄想过一生，一定要脚踏实地过一生。啊，虽然是人人的想法不同，啊，终归是可爱的人生。只要是一双手不怕吃苦，只要是经得起暴雨狂风，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啊！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可爱的人生，好，谢谢各位你们，欢迎张金泉老师。我们金泉老师、张老师你好好，好久不见，我向你们拜个晚年，哇，谢谢，我们要向你拜年才对。大家新年快乐！太好了，我们桃李满天下的老师哦。那老师，您是第几年的斗歌竞艺参赛？然后应该在40多年，1979。哇1979，然后那个时候成功得冠。建斌大哥好像也是有曾经参加过，对不对？他在我之前，哦，是，他可以说是在1977年哇，参加，但是我也有参加是啊，只是我运气没有那么好，我在半决赛就被淘汰。哦是，但是2年后你就血池了。对，后来2年我再重新再参加。哇，掌声鼓励鼓励。所以呢，刚刚在后台听老师唱歌哦，老师，我觉得你有点像我们台湾艺人，像青山先生，我也声音有点像哎。早期因为我时常听他的歌，是，所以听多了可能就有一点模仿的性质。哦，但是不会，但听出来有点像，但是还是有你自己的风格。对，到了最后还融入了其他歌手。哇，真的是太厉害哦！很棒哦。那我记得呢，在很多年前呢，我刚刚开始我的演艺生涯的时候，我就常常跟张君泉老师呢一起同台。那10年如一日，你都没有什么改变到，我有没有长高一点？我在大概80年，我斗歌竞完了就出来唱歌台，对吧？对。那个时候他还是很小小妹妹。我就觉得这个大哥很好，人很 nice 呀。他每次在台下的都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是非呀，怎么样？而且老师都很早就来了嘞。对。我们到的时候，老师都已经到了，非常的守时哈，是很好的精神模范哈，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对，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的好。为什么？除了黄金年华之外我觉得这个节目给很多乐龄人士的一种欣赏的一些节目。这就是我们的最大一个宗旨，希望大家多出来走动，然后来我们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所以老师觉得说这个节目让很多乐龄人士，然后也出来走动，然后这个节目这么好，所以你觉得是要继续办下去哈？应该可以继续的，应该继续，因为。有 Mr. Lee 有鼓掌 ，Mr. Lee， 哦 ，Thank you，长官 ，Thank you。是，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吗？对，我可以说我已经差不多隐居了20多年了。哇！所谓隐居是从幕前退到幕后，对，退到幕后。是，因为我在做歌竞艺完了之后，我就差不多将近跑了20年的歌台，就遇到他。那么过了20年后，我发现我还可以去教唱歌，结果就这样又教了20多年。哇！就坚守岗位。
今天有你的学生在我们现场哦，所以欢迎你们。来，老师的学生。Hello， 很开心哦，所以你们跟着张金泉老师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人生的一些道理，当然呢还有很多的这些歌唱的技巧，所以祝福你们热爱唱歌的好朋友们继续的把这个热忱哈给它呢延续下去。是啊，你们有空要记得去参加黄金年华。A 啦，可以去救黄金年华。那欢迎你们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OK， 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标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呢，以口传口哈，带更多的亲朋好友们来，都可以常常来这边呀。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是，所以我们今天听到我们老师唱歌，真的大家呢一饱耳福，一饱眼福了哈。那继续，老师要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想带来一首福建歌。老师你要去福建歌？我也有教，但是比较少。但是福建歌在新加坡非常的流行。是哇，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洗耳恭听了哦。我们张金泉老师要为大家献唱福建歌曲哦，带来的歌名是《买水》。买水，掌声鼓励鼓励。好歌赞，好，欢迎。谢谢张金泉老师精彩的演唱，耶！时常保持联络，保持联系一下。是张金泉老师哈，在他年轻的时候，那个声音跟青山大哥
真的一模一样。哇，刚刚听的也是有点像哦，呀呀真的是很厉害。啊！现在青山已经79岁啊，哦，前一阵子也是住院啊，刚刚出来，现在可以下床了啊。哦，但是不能走太远。是 OK，OK，也祝福他早日康复。对，那当然呢，说可以说的，刚刚我们有说到爱的很多种感觉，对不对？对啊，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什么样的表达的时候方式都要用爱来是表达。比如说一些肯定的一些言辞，比如说你继续做，我一定会支持你哇，这个对不对太重要了，是呀。比如说他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我说佩芬加油，加油！呀，成绩不重要，最重要是过程。所以在适当的时候，你要给你的朋友、给你的家人一种肯定的言辞。啊，肯定的爱。对，你建放心斌呀，放心，你做得很好你要养我啊！我养你，啊，可以对这就肯定了。每哦天一碗白饭，放心。 Hello，那一把就好一。定会养到我营养不良。 Hello， Hello，可以加一点东西吗？没有，就只有白饭。每天一碗白饭是拜别种的，不一样。快不要想到那么远啊。还有哪一些呢？大哦哥，，还有一些就是有品质的时间，比如说家里面的老人家不是要你每个月给他钱，哎，他要的是你的陪伴，哦，有没有？你每个月寄钱给他，他还不会开心的。但是你每个礼拜回来陪他吃一顿饭，他会更开心。是，所以陪伴很重要，也是一种爱爱的方式。爱的表示。好像一种服务的行为，比如说你爸爸爱喝咖啡，每天早上你泡一杯浓浓的咖啡给他，哇放在他的桌前，是，他一起来就有咖啡喝，这就是一种行为。对对对，爱的或者是每天早上起来，那个咖啡再外加一份报纸，对对，哇，也是一种爱的行为，是，对不对？或者他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哎，下班打包回来给他吃，哦，是这，种服务的行为对，帮他去买马票排队，啊，这个不要哈，这个不要哈，算了鼓励啊，cannot 鼓励啊。呀，cannot 啊，不要 bad boy 啊，要 OK good 这 boy 不。算哦还。有第四就是礼物，生日你要送点礼物，哦，这个我最喜欢。对啊，周年庆典。对呀，呀，过年过年。好哈，通过送礼来表达你对他的爱。比如说过年，你包多少钱给你爸爸？啊，过年啊，我好像忘记我没有包啊，你看你这个不孝女，几百块有啦，几百块。几百块就表示你的爱不够。啊，要嘿啊，你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没有像你这样敛财啊。我是你几爸爸，百还不够，要多少？我是你爸爸，你过年最少要包18888给我哎。呦，感谢天公，感谢天公，边头这个话囝不是阮老爸啊，感谢。虽然我嘛是真爱啊，哎呀，感谢。所以通过送礼来表达你的爱，好像小学生他知道妈妈生日，他画一幅画，对不对？这个是不值钱的，但是孩子的心意很多人妈妈也感动的不得了。，哇这种爱可以说是再多钱都买不到的爱。是，那还有一种就是爱的表现，就是身体的接触。哦，最直接的那一种。比如说洋人，洋人他看到你，他会左脸贴右脸，右脸贴左脸，有没有？哎哎，我示范一下。好，是是是，哎呀，我叫你啦，哇，你很快哎，谁叫你走过来？讲洋人。不是要示范吗？我是跟他示范，哦，sorry，真是的。哎呦，谢谢你嘞，不然给人家吃豆腐了喽。不是我要是没有这样帮你，他又要花4000块的赡养费。哎呦，没有，或者是，来，哎，这是真的有时候是我吗？我们要给人家爱的鼓励，哦，拍拍肩膀。哦呀，well done，well done，well Keep it done。 up，keep it up。 Yeah, OK， well 好 done，拍拍肩膀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呀是，哎，有时候女方会不一样，女孩子女方我啊会跟你哎勾勾手指头啊这样啊女孩子会这样啊，勾勾手指头，加油加油或，者是一个哈，一个拥抱，拥抱，哎，也当这就是熊抱了。哇，这个很多爱呀，抱这样久啊，我透不过气，我都去了了。这个很 love 啊，满出来这个。没有在一个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拥抱很重要，哦，是你懂吗？当但是你们很无助的时候，各
位男士，你们的这个线要自己扎嘎好啦哈，啊，你们自己的这把尺要呢，哎，看好。对对对呀，不要趁机就好像 OK 了。你们家里面老婆心情不好， OK 的。你的水碗的时候呢，哦，那个啊昂伫后尾给烂的哎，呦，很有画面感呢。那个哇是影片看然太多后。老婆直直睡就直直笑了，本来面臭臭的。那老婆会不会觉得，哎，你今天也蛮小小夹沙拉有啊的？OK 啦，所以大家学习啦 ，OK，勇敢踏出第一步，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着爱。哎，所以呢，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哈，大家可以慢慢的来学习一下，慢慢的来尝试一下。对，不要说没有效哦，很有效。哦，但是你如果你不做，你会后悔。很有效哦，真的哦，就好像我刚刚讲笑啊，笑啊哈，所以那个笑不一样哦。所以我就说嘛，要习惯，要习惯。是那接下来呢？哎，我们要派出呢我们的这位大哥来天王有没有客家人？有。客家人，请掌声表示一下。哇，很多。接下来我要唱一首客家歌啊，但是这个客家歌是你们熟悉的，叫做《榕树下的客家版》。榕树下不是华语歌吗？它是客家版的，还有客家版，没有人唱过啊。你写的吗？呀，路边一卡，龙西下是我去。是我是广东的地方。你不点啊？啊，不是这样吗？点不点，不点啊。哦，就是发疯了你。好，那我们你教我们一下榕树下客家话怎么说？榕树下，榕树下。哦，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以热掌声来欢迎建斌大哥带来《榕树下》。首次演唱，第一次唱客家人客家歌。秋菜地面，美丽的山脚下，大家乡是快乐的地方。凉风当面吹，气候凉爽花又香，还有安江竹树采凉棚。车话翻起无烦恼，人心安。黄昏日落好欣赏，安河两风景难忘的地方，情人暗都讲日又来往。莫讲两人家安全来相望，才爱心中有初衷。听得懂吗？哎，秋菜地面，美丽的山脚下，大家乡是快乐的地方。凉风当面吹，气候凉爽花又香，还有安江竹树在凉棚。车话翻起无烦恼，人心安。黄昏日落好欣赏，安河两风景难忘的地方，情人暗都讲日又来往。莫讲两人家安全来相望，才爱心中有主张。谢谢，那是客家版的榕树下，感谢感谢。谢谢，因为第3遍也是一样的歌词，就不用唱了。不是冲的啊，
秋菜对面，美丽山脚下，大家听得懂吗？美丽山脚下，因为其实客家话跟普通话是差不多，它的发音呢差不多，只是我们的音可能比较低一点的哈，所以我就特别找了这首，这其实是马来西亚的歌手，客家歌手的歌呀，新加坡很少人唱客家歌，很少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好，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爱，所以我就带来了一首《爱情的代价》。我像是海边的小花，连根埋藏在泥上，经不起烈日的照耀，受不了风吹和雨打。我低着头儿在等待，希望黑夜快到来。10天一会遇到了你，医治我到个温暖的家。姑娘呀姑娘，是你带我冲出那之间的篱笆。姑娘呀姑娘，是你是我心中的爱苗又张扬。只要让我见到了彩霞，我愿意忍受爱情的代价。姑娘呀姑娘，是你带我冲出那之间的篱笆。姑娘呀姑娘，是你是我心中的爱苗又张扬。是你让我见到了彩霞，我愿意忍受爱情的代价。这是一首好歌，谢谢。有好多线上的朋友说这个客家歌曲唱得好听啊，说寶刀未老啊，好聽啊，好聽啊，好聽啊。是唔是衝？先衝。好啦，好啊，下一次我就同本人一起衝啊。可以啊。哦。可以 ，no。你衝過來，我衝過去，衝來衝去。呀，衝 ，OK，衝。你的神經病啊！神經病是你的命叫神經病。我愛會聽一點點，愛會聽。客家歌嘛，什麼安江，什麼安江，怎麼計？愛會。哦，夾來。什麼那個叫做恭喜發財啊！恭喜容易發財，紅包夾來。OK， 好，你是鸚鵡哈？為
为什么？我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叫我讲的吗？来，接下来这位很少出来登台了，我们很难得，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哈，很难得可以邀请到他。重金礼聘，是因为他就是我们过去非常有一段时间他很红啊，他的唱片出唱片好像出什么一样啊？出什么一样嘞？唱片出得很快啊！哦，哇好像印钞票这样，好像印钞票这样，哇！而且他的唱功也是很特别呀，他有独特的一种李氏唱腔。因为伊是读阿摩册，哦伊唔捌唐人字的，唔捌唐人字，会晓唱唐人歌。哦，逐摆来歌台，那爱写歌单，对，爱写歌单吼，然后这乐队嘛，嗯，伊拢拜托我给写。呀，You help me, you help me。写一摆10块。所以然后他之后呢，就有一段时间是骑马啊，伊是骑师骑马，叫骑马对不？有骑马啊，逐摆我问伊，你马有日无？啊，有日无？伊讲有啊，一个拢无。就是讲伊结果去只马哦，有走头一名无？啊，有啦，差不多走99摆有入一摆啦。有啦，定定有这个啦，无可能。所以伊唱歌较久，还是伊骑马较久哈？唱歌较久。唱歌较久。他是被发掘的啊，他的那种唱腔，70年代的那种口味哈，也是很多人喜欢，独一无二的哦。首先带来第一首歌《谁真心爱过我》，真主要是伊唱红的歌，他的很多的成名曲哈。掌声欢迎李俊才！耶，我们的骑士歌王来了！哇 ，Hello， 大家好。哇，有够碎粒子，谢谢。So cute 哎，You I like you 啊！比你较碎粒。冬天已过，又是花开时候，片片春秋又爬满了我心头。我曾爱过又失落，叫我感触许多，爱情真难琢磨。到底真爱是什么？到底真情是什么？我也默默去追求，没有结果。啊，谁真心爱过我？哦，真心爱过我。为何爱神对我这么刻薄？为什么不能满足我梦寐的要求？冬天已过，又是花开时候，片片春秋又爬满了我心头。我曾爱过又失落，叫我感触许多，爱情真难琢磨。到底真爱是什么？到底真情是什么？我也默默去追求，没有结果。啊，谁真心爱过我？哦，真心爱过我。为何爱神对我这么刻薄？为什么不能满足我梦寐的要求？到底真爱是什么？到底真情是什么？我也默默去追求，没有结果。啊，谁真心爱过我？哦，真心爱过我。为何爱神对我
什么可播？为什么不能满足我梦寐的要求？来，谢谢，掌声鼓励。谢谢大家鼓励掌声，谢谢。建明大哥，你好，你好，啊，好久不见。我知道什么意思，一样高。哇，你跟我讲一样高啊？哎，你们说是不是一样高？一样高是吗？谁高？他比较高了。我比较高啦。啊你我高矮不是问题。对对啊对对对，这个身体要健康哎，你拜托的，啊。咱无够高一点，要穿拐围嘛。我穿拐围呢，你看这个寸半呢，你要想就要穿6寸，你知无？以前我每次唱高的，现在不要紧啦，也少了有年纪了算了。对了对的，唱穿太高，但爸死哈。对对对，这个进财是很可爱的一个人物啊。那里，你也不知道当年你会红起来。完全不知道啦，知道是靠运气啦。啊，因为老板都是知道我是汉语拼音的，很多人以为是汉语拼音的歌。不离了，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很辛苦啊。呀，所以你记得你第一首歌是什么吗？第一首歌是可爱的嘛。哦，可爱的嘛。可爱的嘛。然后我老板说一定要唱可爱的嘛，因为你是骑师嘛。啊，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录是33班33大的，小的没有了，那是黑胶了啊，黑胶的。你还记得你录第一张唱片，老板给你多少钱吗？很便宜咯，第一张他价钱很便宜的。多少钱？因为我没有名嘛，还没有开始。一阵无名啦。还没出名嘛。也鼓励。600块，哎不？是一阵600块呢，80年代。对了，80年代，因为79年我豆哥进出来。啊，对对。我就80年代600块不少啊，600块后来。一阵6万呢。没啦，这个没6万啦，后来慢慢起啦，老板慢慢起，一张4000。哦，有4000。那几年有戏的。呀，他有跟你讲卖多少张吗？你的黑胶？以前600。稍稍给我抽了，抽说一张大概1毛2毛了，很低而已啊，这我不要了。哇，这个我也讲得出来，很低的。张抽1毛2毛。1毛2毛，你看。哦，这个哈，没变啊。你现在过年有跟他拜年吗？老板呐，老板很少联络了。我不知道他的健康怎么样的，很少联络了。康生。直接说还不知道他在不在。他是康先生，人是不错啦。对，我认识的。老板我也认识。他人是很好。很好。他每次请我们去吃。对对，后来他有良心嘛。对。给你起到4000。4000啊，对啊。大了咧，80年代4000啊，4000你怎样我买厝无鐳咧。伊我讲我你行数？我唔是我老板，我买厝我无动资金啊。迄字咪讲你无动资金，现鐳才1000的。哇，我都才1000的安做。结果呢？结果我找头家参详，头家你叫才1000的，伊马上开我1000的即好啊。偌好诶！那个买，看咩去买？我叫伊唱半挂。你无良心嘛？遐咩电话本无咧？你看。较紧找倒转。唔知咧，我即阵嘛欠11,000。你知？我打电话。唔知啊，当然唔知安怎款啦吼，希望伊好好啦吼。好，那李进财的歌呢，就是一个风格。骑师歌王李氏的风格。他的唱法哦，无人会使甲你投降的。唱腔不一样啦。今日有方言歌无？有啊，较等一条《浪子的心情》。来，浪子的心情吼，福建歌浪子的心情，会使无？来，你听看卖浪子的心情，来，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浪子的心情，亲像天顶闪烁的流星。浪子的有名，亲像高遐的心境。我嘛是了解生命的意义，我嘛是了解。佗无聊时，我嘛是想袂好好来过日子，我
嘛是想要，我嘛是想要，用心来做起，谁人会了解，谁人来安慰我心内的意味。浪子的心情，亲像天顶闪烁的流星。浪子的有命，亲像跳地高遐的命。我嘛是了解生命的意义，我嘛是了解。佚佗无聊时，我嘛是想要好好来过日子。我嘛是想要，我嘛是想要，用心来做起。谁人会了解，谁人来安慰我心内的意味。了解生命的意义，我嘛是了解佚佗无聊时，我嘛是想要好好来过日子。我嘛是想要，我嘛是想要，用心来做起。谁人会了解，谁人来安慰我心内的意味。浪子的心情，来，浪子的心情，俺的骑士歌王，哇！谢谢大家鼓励掌声，谢谢你。好听无？哦，感谢感你谢各位。的歌声厉害，唱个2万的人拢总转来。哦有吸引力，啊，有力啦，哦，来，哎，有力啦，佫爱听无？爱听无？加一条好无一？条好无？哦啊，，伊讲伊头一个唱片的歌，我都无听到。啊无，即句爱唱唱片的歌咯。哦，这阵啊，这阵啊，可也着爱唱呢要。可爱的马上，就头一阵红就红7条嘛，可爱的嘛，可爱的马。呀，我配合他当时骑士歌王的身份。你也袂出来啊，。袂啦，我今年冇你偌多岁呢，22呢。有一个水，咱今年就老了吼你。两个人的身材差不多咧。我若是早出世几十年哦，我应该会使做伊的 girlfriend 你看。大减的两个，啱。我这阵是穿规划好啦。啦，滚我若回烫话哦，啊，差不多啦，差我不多。看了就看上我的查某囝水啊，哎呦，查某囝嘛是细汉细粒子谢谢好，谢谢好。哦啊，已经做讲了啦。我讲了，我讲，哦你几个孙？伊3个查某囝，3个查某囝。大42，你是一个查某囝，今年读小学，我还42啊。啊42啦，啊第二个大概是40啦，你的囝42啊？啊大查某囝， 42啊？查某囝，我今年应该是爱70了啦，应该是。 42啊？啊，陈志斌，你的囝几岁？几岁？安怎你讲什么定着爱摔到这边来哈？你袂使莫牵连着我啊！啊，所以头先我卖出来是对的，OK，我等。你会使莫牵连着我我的。我唔通伤你的心，今日是 love 咧，love。你问我查某囝，我嘛毋是讲伤心。哦意思是讲你讲什么拢总爱忽到我这边来，是什么原理咧？原理你。莫怪我，本来我是无什么意思的，我是问伊42吼，伊大查某囝对无？然后我问你的囝几岁？咱伊人笑，伊人啊，咱笑了，咱你的心脆是我，咱的心脆，但是伊人心欢喜，咱做好代志啦，咱的 love 啦，love OK，love 像伊的头家你看，互伊 love 11,200，互伊买厝。对，真好啊，下摆你若存真侪钱，互你的查某囝买厝，你嘛是 love 对无？对啊，所以你真幸福吼。对啊。诶，查某囝逐礼拜有倒来甲你食饭无？有啊，你搞个包红包啊，一个红包1000外块一年。
大查某囝，大海包啊，大海包啊1700几，第二个200几块啦，第三较低淡薄啦，600几，800几，咱有咧看咧，有 live 咧，你查某囝有直播咧，有竞争来的呢。你有报大小无？无啦，这有 live 啊，有来，无甲我讲。你跟大家 hello 一下嘛。有来你就报较多嘛。无啦，大查某囝18888，第二查某囝12880，第三个查某囝8880。啊，就爱看人吼，哎，查某囝每一个月赚的如何，无相像嘛。赚得起就不能起啦，这伊会甘啦。除了过年包红包每个月都有。每个月都有啊，一个月100。无阿兄，你是都政府派来的啊，户口调查，无本着你点问？我爱看伊家庭是不是真幸福。会够啦，你看伊穿甲 bling 偌好囝诶，你嘛袂歹，你嘛真侪选手你。你真才，这阵日子是好过。好过啦。但是因为安怎呢？人佫真勇，无代志，所以常时拢咧换车。因为我无啉酒，无烧烟嘛。20年就是安尼款呢。哇，这两项你拢无。有啊，拢无啊。除了啉酒、烧烟，佫有啥物歹习惯无？无啦，无啥物食物件真惊死啊！袂爱食较肥，也袂爱食较较油的啊，甜油的啦，甜啦，甲迄胆固醇的啦，哦，对。喂，头毛偌久念一摆？无问，哎，头毛算真多嘞。对啦，他没有什么烦恼哎，他。没有我朋友以后也是假头发了。哦，真的啊？真的，哇，羡慕我的头发嘞。真的人生很圆满，真的是非常的成功。时间不多，对，我们就是要听你那首可爱的嘛。好，来，这首歌曲带给大家，谢谢，来。谢谢，可爱的吗？你是英勇的神奇，陪我奔驰千万里，不怕生活艰苦，不怕道路崎岖。你是我的土地老友，你是我终身的伴侣，未来路途多遥远，你请走向黄泉去，我永远都在怀念你。在这坎坷的人生里，我是多么需要你，你能不知辛劳，你能善解人意。你为我历经艰和险，你为我终身效过你。虽然今天失去你，我也不会把你忘记，我永远都在怀念你。过去岁月里，我该如何感激你？越过千山万水，遨游南北东西。遗忘的劳苦和功绩，都记在我心底，我要全真祝福你，祝福你静静安息，
谢谢。谢谢。哇，其实他们是有体重的限制，是所以像他哦，太高不行，不能啊，太重不行。他不能超过多少公斤，我不晓得啊。反正不能超过1个公斤数啊。是，所以非常的不简单。你肯定是不行的。啊哈哈哈！哎，看背赛。我是过重，我应该是被马骑的了，不是骑马的。嗯 ，OK， 我跟佩芬都唱过了，好像还有一个人没有唱哦。哎，第3位哦。我们的浩浩还没有呢，献唱这个好听的歌曲。好的，今天是有爱的，所以我就唱跟爱有关系的，必须的。我就带来这首歌曲《爱情长跑》，谢谢大家，一起来欣赏，祝福你们哦，谢谢。来，哇，你们很厉害耶，直接给我拍手啊！你向前跑一步，我也追你一步，在这爱的道路上留下了脚印无数。爱情的道路上有甜也有痛苦，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不会再孤独。让我俩停下脚步，欣赏花和树，让我俩为爱欢呼，你我都幸福。爱情的道路上有甜也有痛苦，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不会再孤独。你向前跑一步，我也追你一步，在这爱的道路上留下了脚印无数。爱情的道路上有甜也有痛苦，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不会再孤独。一起唱哦！让我俩停下脚步，欣赏花和树，让我俩为爱欢呼，你我都幸福。爱情的道路上有甜也有痛苦，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不会再孤独。让我们来2.0版的拍手 ，1 2 3 go！ 嘿嘿，会上朋友一起来，让我俩停下脚步，欣赏花和树，让我俩为爱欢呼，你我都幸福。嘿，爱情的道路上有甜也有痛苦，只要有你在一起，我不会再孤独，我不会再孤独，我不会再孤独。谢谢《爱情长跑》啊！这一首歌，我刚刚竟然可以看到好多朋友，虽然还有一些朋友是戴口罩的哈，但是我有看到你们的口罩有在动哦，就是表示你们有在一起唱，还有这边也有朋友都一起在唱哈，好，真的是太好了，这样的感觉就是开心，对不对？快乐，听歌就是有这种感觉啊。谁说演唱会只有年轻人会看，对不对？我们年长者也是会看演唱会的，来一个掌声尖叫声！哇哇！今天下午大家的主动，大家的热情哦，真的是哇，意想不到的哈！非常感谢你们，祝福大家开开心心，口袋永远装满很多的现金。
快快乐乐，大家都知足常乐哈。好，接下来要带的这个跟爱也是有关系的。等一下，以前可能大家会这样，你们会吗？真的，我 try 一下，1、2、3，对你爱不完。你们会不会太厉害了？全部给我留下电话，我全部帮你们报名黄金年华。哇，个个都会唱。那我们等一下唱到对你爱不完，我们来比一下。我们不要这样了，这样你造。我们来比这样子。现在时下流行了，对你爱不完，也是要把它抓回来给自己，好不好？爱不完，可以吗 ？OK 哦，好。如果你正财少一点，你就用右手；偏财少一点，你就用左手。啊，不用太担心。啊，姐姐不可以贪心，但是这样是不错的。正财偏财一起来，全部通通都来。对你爱不完，送给大家。我们再来看看这一首歌是不是跟刚刚那一首歌一样，这么样的热情，好不好 ？OK。后面的朋友今天也是很厉害的哦，后面的整排，来一个热烈的尖叫欢呼声！嘿，听一下这边的尖叫声在哪里？灯柱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风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戏，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不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讲顺。我走到哪里，尖叫声就要到哪里。灯树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戏，却怎么也抓不住你。请准备，对你爱不完。嘿，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不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等一下，副歌要交给你们了哦，大声唱出来啊！嘴巴张开，金银财宝滚进来哦！嘴巴开口会横财就手。嘿，请准备，对你爱不完。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全场朋友，对你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对你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So b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不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请准备，我们全场的朋友，您的掌声加尖叫声。再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鼓励鼓励！哇，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您的鼓励，谢谢。你看我唱完歌，大哥就去厕所了，来这边请。浩浩的歌声有利尿的作用，谢谢。好了，祝福大家每一位朋友都是膀胱有力哈。谢谢。节目秩序要欢迎到的这一位，哇，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永远的歌迷王子，是谁啊？大家喜欢他的朋友，请用掌声表示一下。全场了，你看，好，他唱歌必须要有一件事，起棒就会较紧转来，啊，那无听到会无彩。OK， 好，来，一位回来了，等候一下哈。哎，两位，你看，表示有听到浩浩的呼唤，小心了哈，慢慢走。好的，节目继续，我们就来欢迎我们永远的歌迷王子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黄清源先生为您带来的歌曲《昨夜星辰》。各位女士们，各位先生们，让我们欢迎超级巨星黄清源。昨夜的星辰依然闪烁，遥远的云河。我想讲安怎，今日卖无，明明真好，安怎会变无好诶？却又难忘记，那是什么缘？换来的是寂寞。还跑拍！Stop！ 哎，阿伯啊，阿哥，你是走唔对场呀？你去错房间了，这位先生。不是，你是要去楼下看长社展，走来楼顶的呀？不，黄清源，他去厕所，伊叫我先动一下。你莫骗人啊！伊明明哦，真早就来后台等了，你是食山寨版。那是黄清源呐，对不对？你是黄清源几岁你知无？几岁？对啊，80、79呀，79的人那个阿大有80啊，啊，80哈，接近了哈。他去厕所，跟18的去厕所一样吗？哦，不一样啊，是。一去厕所想就买10分钟。哦，是。他没有去厕所了，他要出来了，他就觉得哎，他一站上去，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好像那个时钟这样，滴，没有滴啦，有滴咚啦。他不像18岁的啊，他是滴，所以来不及哈！我看一下啊，哦，应该来了，有了，走来了，music，不好意思，重来一下哈。来，让我们欢迎永远的歌迷王子黄清源，掌声加尖叫！孔凤马。
个才是真的啦！哎呦，哎，你们在一起，在一起。哦，双胞胎哦，昨夜的一模一样昨。夜的星辰已坠落，像眼神点燃爱的火，像记起偏又已忘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爱是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唱一桌那份情，那份爱。昨夜星辰，昨夜星辰依然闪烁。好，非常感谢您的掌声，谢谢您。首先向您拜个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夜的星辰依然闪烁，像眼神点燃爱的野火，想得到偏又怕失去，那份爱深深埋在心窝。爱是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唱一桌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啊，非常感谢，来，欢迎王庆元大哥。你好，啊，你好，你好，来，全场掌声如雷。建斌大哥特别伟大，是为了要跟我配合，你看创的这样的哦，像不像啊？啊，你看好像双胞胎哦。该不会你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吧？差不多一样高啊，啊，一样高，一样高。啊。哎，黄大哥，那个别来无恙啊，别来不大好了，啊，因为最近牙齿一直做不好，哦，我上面扒光了，医生跟我调，老是没有办法套哦，套不上，啊，套不上，又在重就做，不要用套咯，那怎么样呢？几岁了还用套？没有，因为吃饭哦，吃饭需要咀对嚼，要咬。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咬块状的东西，没有。现在我只能吃那个炒粿条那个可以，哦，啊面就不可以了，用吞的呢。啊面是粥可以了很难咬哦，啊。如果医生是做哪一种假牙？要做好一点。放螺丝的，哦，我跟你讲，以后做贵的哦，那个不要放螺丝，以后做整副的，因为你整副你放进去哦，如果你不舒服，你拿出来啊，东西放着啊，这样嚼，啊再吞进去就可以哦，这样啊，这样也可以啊，这样比较方可便。以啊。哦，OK，到底什么时候会好？他讲本来他答应我过年一定会好，哦，过年年都过可能了，要等年都清明后过了，才，对对，可能要清明之后啊。换一个啦，换一个牙医啦。啊，有一样的丢哈。啊，换一个啦，换一个，把它削掉。
对我那个韩国医生来的。韩国，那你应该要等到韩国的国庆了，波比。韩国的医生就是啦，你要找本国的，你找韩国的，那做到后来你不能咬的，只能含而已，用含的。啦，可能做好了，他要你飞去济州岛拿对OK 哦这个但是完全不影响他歌唱的实力哦。会吗？咬字要很清楚。但是刚刚你唱《昨夜星辰》完全没有闹轰啊，听不出来。我是尽量配合了。哦，配合，尽量配合。所以今天大家可以跟你拍照吗？还是不方便球球啊？那个对，拍照也不好看。拍照等一下我们安排一个口罩，你戴起来就好。OK， 唱了多少年呢？唱了58年了。哇，58年了呀。所以其实我们文化部啊，应该颁他一个 PBM 啊，这么长期站在舞台上，而且坚持到今天。要看就早点看。呀不会要退休了。你身体蛮健康的。对，每天有走啊，有走哪里？运动走哪里？走哪里很重要哦。有些是不健康的哦，你怎么样？你不要走路上哦，马路上有喷黑烟啊什么。对，是。老人家走要人家很小心啊。最近青山就跌倒了，你看抱着血。对，要就走路不小心。走慢一点。有时候你走，忘记了家里是在哪里。所以不要乱。那种叫失忆症。失智症啊，失忆症，我还没有那么差了。没有啊，我还能够背整100首歌的歌词。哇，真的是厉害。赞。很好。所以刚刚是昨夜星辰，所有的好歌都是呢走过岁月的歌曲。对。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歌？今宵多珍重，带给你。哇，很好。好，那我们再次欣赏，欢迎大哥的演唱。谢谢你，谢谢。恋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温恋轻轻，心依稀月迷蒙。我俩情为轻轻，说不完情与浓。我俩情为轻轻，几句话都有种。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守，恋着那今宵，把今宵多珍重。我俩临别依依，愿太阳快升东。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南风温恋轻轻，飘过来花香浓。轻轻，心依稀月迷蒙。我俩情为轻轻，说不完情与浓。我俩情为轻轻，几句话都有种。相说，恋着那今宵，把今宵多珍重。我俩临别依依，愿太阳快升东。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
调。哎，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哎，其实今天黄大哥来这里，如果没有唱这首歌，不算他有来过。是大哥，什么歌？哇，大家都知道。好，非常感谢你啊，感谢。哇，对，蛮力量，蛮力量，万里啊， 3万、4万、4万5两。有万里，那我在有万里。台上看的都是跟我年纪一样大的朋友很多比你年轻啊，比你年轻的很多了。啊。哦，比我年轻啊，比你年轻的也很是多。对都是听您的这歌长大的。哦，非常感谢。对，啊，有一些我们有调查，没有听到您的歌，他们没有长大。哦，啊，长不大。哦，要像李佩芬这样了，长不大。对呀，他就没有听你的歌喽。啊，他不想大，不是长不大哈。好， OK 那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慢力。力带给你。你们要求的一首歌，Come on。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谊，怎么能忘记？曼妮，怎么你这样年纪轻轻的就离去？我很伤心，今天我不能见到你，只有留下的情景是我只藏在回忆那里。美丽的青山，美丽的丽水，只有我和你。曼妮可记得我们时常快乐的在一起？我很伤心，今天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只有希望在梦中时常能够见到你，曼妮。一样的晴天，一样的平原，只是少了你。曼妮，怎么你这样年纪轻轻的就离去？我很伤心，今天我们永远就别离，只有等待时候我们埋葬在一起。曼妮，曼妮，曼妮。尖叫声。我们节目还没有结束哦，我们还有歌曲要送给你。再次掌声鼓励，尖叫声！永远的歌迷王子黄清源先生，为王大哥，谢谢。谢谢黄大哥，好谢谢你感恩感恩，谢谢。我们已经跟你叫车了啊，啊，好 OK，谢谢，感谢。很可爱，所以我喜欢跟建斌在一起。啊，他讲话水准比较高，有时候讲话我听不懂。叫车送你走啊！再一次掌声，谢谢黄清源大哥精彩的演唱，感谢谢谢谢黄清源，我们的歌迷王子。好，现场的朋友，你们开心吗？耶！喜欢今天的节目吗？是，那有开心，我们下一次的演出的买票了没有？哇，我们要来呼吁大家一下哦，在我们下一场的演出呢，即将在我们3月13号，以及我们4月24号下午3点，在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表演容易厅。记哈，记这个 OK3就对了，就是星期三，然后3点，然后呢，我们呢下一场的欢喜来唱歌有谁有什么我们的歌星表演阵容呢？
是除了呢我们3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林西西，哇，还有我们的意大利，以及我们的雅蒂，还有我们庄清玉先生，重量级，重量级的、重量级的哈，这是圆圆的、滚滚的，阵容强大。要呼吁大家，节目结束之后，可以到我们中心2楼的展厅免费参观新加坡华人探索本土华族文化的常设展。那么展览每天都会开放的，欢迎各位前去参观，了解更多本土华族的文化。记得是2楼哦。那我们欢喜来唱歌的节目好不好看？爱大家，谢谢你们给我们的 love。那请大家呢多多帮忙我们做一个 feedback， 就是反馈，很简单的。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大家呢3支 ice cream stick， 希望大家在以下的问题哈给我们的这个反馈，那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上。OK， 请大家呢就是呢放进我们的所属哈，然后就是3个大拇指，就是最好的，有5个盒子，首先会让大家放你们的这个年龄 ，OK， 50岁以下的，或者是51到60、61到70、71到80和80岁以上，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呢知道你们的年纪，然后也可以配合你们的年龄群来安排之后的歌曲。那接着下来会问你们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你就放是或者是不是？对，有2个盒子啊。对 ，OK， 那接着下来就是大家对今天节目的满意度，请大家多多帮忙，给我们5个大拇指 ，OK， 直接5个大拇指，哈哈，因为5个呢就代表呢，对今天的演出呢非常的满意哈。等一下把这个4个全部给它封起来。但是你们的意见我们也都会呢悉心的受教。好，那接着下来还有什么问题呢？看一下，好，那重要的事情呢也都交代好了哈。是，那我们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哦。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就是大合唱啦。来，哪一首大合唱的歌呢？这个主题带着大家这首《爱情》。来，歌词我们也打在荧幕上。全场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大声唱出来哦！爱情，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满满的温暖跟满满的爱哦，祝福你。若我说我爱你，这就是欺骗了你；若我说我不爱你，这又是违背我心意。昨夜我想了一整夜，今宵又难把你忘记，总是不能忘，呀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这就是爱情，难道这就是爱情？记得到家里或者在工作上多多的表现你们的爱。我爱你，这就是欺骗了你。若我说我不爱你，这又是违背我心意。昨夜我想了一整夜，今宵又难把你忘记，总是不能忘，要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这就是爱情，难道这就是爱情？一整夜，今宵又难把你忘记，总是不能忘，要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这就是爱情，难道这就是爱情？记得到我们2楼去参观我们的常设展，2楼。谢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你们的到来，小心哦！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以及我们线上的朋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浩浩，谢谢陈建斌，唱歌，谢谢，健康又快乐。
拜拜，下一期见。记得买票哦。谢谢艾文老师，谢谢，哎，谢谢 Mr. Lee， 拜拜，谢谢李一文。